今日嚟到公園，天氣咁好，我同大家介紹一個新嘅成員，就係 Molly。Molly 上一集一出場就即刻搶晒大家嘅 like， 所以今集繼續被委以重任，介紹全球首次推出嘅倫敦新盤 The Links。我哋仲會喺4月24號至到26號舉行香港嘅預售展銷會，仲早過英國開售。有興趣記得同我哋 Benham & Reeves 聯絡登記參加啦。The Links 位於傳統中產區 Wandsworth， 根據英國國家統計局資料 ，Wandsworth 居民收入比整個英國同倫敦都要高出一截。雖然多有錢人住，但 Wandsworth 嘅 Council Tax 係全英國最低。Wandsworth 有大量公園，保留英國郊外淳樸，好多喺倫敦返工又想過大自然生活嘅家庭都會選擇 Wandsworth。The Links 係位於 Wandsworth 重建嘅大型綜合社區 Springfield Village， 有包括 The Links 在內嘅新落成公寓，面積達32英畝嘅 Springfield Park， 仲有超市、cafes、小學、休閒設施同埋原有受保護嘅歷史建築物融合。Springfield Village 連接3個潛力市鎮 Tooting、Wandsworth Common 同埋 Earlsfield， 享受到3個市鎮嘅優點，由生活、行街購物到米芝蓮餐廳都有。項目位置比較近 Tooting， 單係 Tooting 都已經有2個地鐵站。根據我哋 Benham & Reeves 嘅倫敦同事資料 ，Tooting 嘅2房單位租金大約係2400至到2800鎊，近5年租金升幅達 18.4%， 近10年樓價上升 17.1%。投資出租嚟講，第一張價單升值潛力一定係最大，大家快啲找緊機會預先購入心水單位啦！如果大家對 The Links 嘅樓盤好有興趣，立即登記我哋嘅展銷會啦！To buy or not to buy non-local off-plan properties, assess the risks before you buy. 境外樓花買唔買，計過風險先好買。